来，更上呢，我大概邀请哦，是来自我们桃园的雪艺姐姐，为咱带来好听的歌曲《红舞加休息》，来播一下歌嘞。舒希，哎呀，我们的雪艺姐姐，来，很棒哦！你好，哇，今天打扮很漂亮，谢谢。哎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哎，你讲的红舞吼，到底是尬还是叫哈？叫吗？哎，可是我听，可是我听那个原唱好像是伊讲伊唱尬呢，尬休息呢，是叫吗？
都应该都可以的。应该是哦。嘿呀，跟他嚼什么东西对吧？对，嘿，其实这个物件啊，其实我用这台语哈，这个音好多哈，太多音了，所以不晓得。因为有的人是唱那个尬嘛，有人唱叫，这个都很难分辨。反正没关系啊，欢喜就好啊。对。来，跟好朋友8姐酒后来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电视机面头前的朋友大家好，俺主持人你好。好啦，谢谢啦。雪莉姐应该来过很多次了嘛，哈。第二次哦。对呀。是哈，那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吗？哈。有啊，有哈，每天都在看。真的哦，好啦，谢谢你。希望说有机会哈，好可以常来哦。谢谢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进广告喽。来，全国好朋友、爸爸妈妈，今嘛是咱的广告时间哦。上重要的电话爱赶紧卡哦，来甲文祥、甲慕容、甲阮两个哈支持哦。所以赶快电话要赶快打哦。来，今仔买这项物件就好诶哈，爱注意看、注意听哦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给文祥哥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文祥加油，慕容加油，1、2、3，进广告。